协安会主委伫初三公布了，是由为协助工程背景的前立委陈明真来接任务。早起，陈明真伫立法院时表示讲，这主委无伫伊人生的规划中，也毋过伊会认真拍拼。针对有当年白讲哦，协安会嘛有霸凌的事件，主委嘛答应讲会来成立调查委员会，一个月内嘛会来提出调查报告。2005年，捌做过第6届立委，陈明真重回立法院，是以协安会主委的新身份。会在教文委员会审查协安会预算，有立委希望陈明真先自我介绍。伊表示家己有协工的背景，专业领域是协能安全，捌伫机业公司、美国阿港实验室工作过。但这协安会主委完全无伫人生的规划当中，完全不在我的规划范围里面。 不过我很愿意贡献我这方面的经验跟知识。袂少立委烦恼，才拄啊接5工，对业务恐惊阁无熟。嘛袂少调遐的立委接到内部当年无具名真情，指出回来某组长离厝内过身，逢高度怀疑，甲迄当时主管霸凌有关系。经常对下属咆哮、刁难，只要启动调查，可以轻易的证实这一点哦。如果说真的有霸凌事件的话，绝对不能纵容。调查完了之后，我们大概预计在1到2个月之内会完成一份专案的报告。不过新主委嘛认同时间应该爱搁较缩短。太多年了一定有很多这种事情发生，所以呢，我要求每个部门呢不能隐瞒任何霸凌事件，而且要立即处理。1个礼拜之内成立调查委员会1个月内。 提出初步的调查报告。针对行政院已经表态对新协能抱着开放的态度，主委陈明真表示会拍拼甲世界接起来，投入相关资源来研究。有关陈明真捌伫2020年投诉，建议飞核加园的机场为2025改到2035年变成，但主委的议定表示飞核加园的主张无变。记者林美霞基文台北报道。